端午节是台湾重要传统节庆之一。赶伫咧这日进前，埔里关怀协会伫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办理端午飘香重视情关怀活动，同时结合真侪爱心单位共同斗相共。参与的单位有台南市希望义诊协会、开元市慈爱病院等等，并伫活动中向民众宣导健康运动以及防疫重点。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更侪人关心弱势族群。今天的活动呢，最主要是要庆祝这个端午节，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呢，弱势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在这段期间，更多的弱势他本来就是打零工的，在这段期间你们等于说完全没有收入，所以呢，我们就一定坚持呢，一定要办这个端午节的活动。那同时呢，也因为疫情很严峻，所以我们特别呢，在这里呢准备了每个来这边参加活动人1盒的口罩，那这样子呢一起来防疫。如果防疫能够每个人都坚持，都有出一份力气的话，相信台南市的疫情就会减缓。活动这天，现场买来了真侪贵宾前来同乐，有中西区长汪庆龙、市员陈怡丁、沈振东、市员参选人蔡宗豪也拢到场致意。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所有的弱势朋友最近真的是更加的辛苦跟困难哦，所以也希望说透过这个端午节前夕呢，那募集了很多的物资，那今天也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慈爱医院的林华院长，还有我们的希望义检协会带来义检服务，也希望说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漂漂亮亮，那能够健健康康的过这个端午节，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市长王伟泰因为今日伫议会开议，无法度到场，所以特别委请中西区长汪庆龙代表前来，并颁发感谢状予埔里关怀协会。市长刚才我们那个监督议员还有我们那个埔里关怀协会来合办这个爱心活动了刚才他们的议员有讲了这个疫情严峻大家那个生活的话就是更加困难了所以说那个我们张理事长要及跟立委议员这边结合募集更多的资源来做爱心活动真感谢了由埔里关怀协会立法委员陈廷辉、议员陈怡丁服务处主办，北区区公所、中西区公所、台湾中油共同合办的端午飘香重视情关怀活动，邀请到250户弱势家庭参加。除了宣导健康资讯，并且会后分送物资，埔里关怀协会希望借由这个活动，重新唤起社会对着弱势家庭的关怀和关注，也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抛砖引玉，号召更多社会大众做伙加入关怀行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